先加膠水，知你要幾多你就加幾多。然之後加你嘅鹼液，你加一滴左右就夠啦。到成型水加2至3滴，如果唔係幾成型嘅話，你可以加多1至2滴。然之後你就可以睇下佢嘅容量係咪夠，跟住你就準備一支嘢幫你攪拌嘅，攪拌完之後成型，唔成型嘅話可以喺留言嗰度發出信息。